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係 Jessica。10月7號，大紀元時報報社突然收到一個內含白色粉末嘅黃色信封，其恐嚇用意已經不言而喻。信封內容包含一份大紀元時報以及一個小透明膠袋，袋中盛有白色粉末。大紀元時報已經通報紐約市警局，警方已經將物品送檢，調查結果尚待公布。聯邦當局亦都收到咗通報。信封上嘅中國郵政官方標記顯示，該信件一係就嚟自中國，一係就從中國退回。此舉正值親北京勢力持續升級對大紀元時報嘅恐嚇行動之際。近幾個月嚟，親中共嘅威脅行為者持續冒用大紀元時報電郵地址以及員工身份，向美國及全球各級政府與民間機構發送大量威脅郵件。喺過去一周，呢啲威脅行為者更假冒大紀元時報高層人員嘅社交媒體賬號，持續擴大對該媒體嘅攻擊。其中一個假冒賬戶盜用大紀元時報中文版總編輯黃萬清嘅姓名同埋個人資料，喺 YouTube 頻道上散播暴力信息，不斷宣稱計劃喺台灣總統府前衝撞人群並開槍射擊。呢封題為「你奈我何」嘅電子郵件冒充大紀元網站總編黃萬清，喺自媒體頻道微語看世界下留言話，大量嘅爆炸物已經放喺台灣總統府等，係最新一批假冒大紀元同相關人士嘅恐嚇信之一。信件嘅語氣挑釁，附有多張圖片同埋身份證明，仲話等美國、台灣都冇我辦法。黃萬清指出，呢啲並非係單一嘅行為，而係有組織嘅運作。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介入調查。佢話呢個人向大紀元發嘅信，唔單止係恐嚇大紀元，仲恐嚇咗白宮，恐嚇咗 FBI， 恐嚇咗台灣官方，然後將截圖一啲證據發俾我哋，同我哋講：你睇下我呢個證據，我做咗呢啲壞事，你哋睇住嚟啦。所以呢件事唔係一個人做就做得到嘅，所以我感覺係一個有組織嘅運作喺背後。發信者公然以法輪功成員而發送恐嚇內容，試圖嫁禍並抹黑信仰團體同埋獨立媒體。政治評論員兼 YouTube 頻道經營者陳微宇向大紀元時報表示，呢啲留言立刻引起我嘅注意，因為佢係我認識嘅人，我深知道佢絕唔可能發表呢一種言論，呢啲絕對係偽造嘅。陳微宇隨即回應留言，呼籲佢嘅訂閱者舉報冒名者，但係當日佢更收到郵件證實，佢自己嘅賬號亦都遭到冒用。佢指出，佢哋嘅行徑日益囂張，肆無忌憚，自認凌駕於法律之上。呢啲似乎正係威脅行為者企圖傳達嘅姿態。近幾個星期，呢啲威脅行為者仲向大紀元時報發送截圖，顯示佢哋故意散布嘅威脅信息。喺更早嘅時候，佢哋喺10月5號一份郵件之中咁樣話：你哋又能夠奈我咩何啊？附件截圖顯示，白宮嘅一份聯絡表單之中被填入咗大紀元時報嘅聯絡電郵同埋電話號碼。該聯絡表單涉及中情局、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國家公園管理局、甘迺迪中心以及台灣、英國、捷克等地嘅各級政府與公共機構。而10月7號寄俾大紀元時報嘅威脅郵件之中，仲附有一張照片，內容係中共國旗同埋一個勝利手勢。大紀元時報第日收到咗另外一封郵件，發件人宣稱，儘管根據現狀判斷，中共勝算近乎為零，但仍然決意與其捆綁埋一齊。10月8號嘅郵件係咁樣寫到㗎，歷代都有我呢種人，並強調要全心投入，危中求福。大紀元時報嚴正譴責呢一種恐嚇行動。大紀元時報英文總編輯賈斯帕法克特喺聲明之中表示，本報強烈譴責中國共產黨發動嘅恐嚇行動，我哋絕唔屈服，將持續履行使命，向全球民眾，包括中國民眾提供真實且未審查嘅資訊。華盛頓網絡安全顧問公司 Black Ops Partners 嘅海西弗萊明指出，此行動旨在施加心理壓力。佢向大紀元時報表示，呢啲完全係為咗恐嚇威懾。佢將此類行徑描述為中國政權長期發動嘅超限戰嘅環節之一，旨在削弱敵方嘅士氣。佢補充話，任何質疑中共統治嘅組織，其存在本身就足以令中共難堪。
足以削弱其對中國民眾乃至全球嘅影響力，令佢哋感到如鯁在喉。中共政權目前正喺度全球瘋狂打壓一個特定嘅信仰群體。2022年尾，中共黨魁習近平喺秘密會議之中親自下令，要求鎖定由法輪功修煉者創辦嘅企業。法輪功係一套以真善忍為核心理念嘅身心修持方法。1990年代曾經喺中國吸引咗約7000萬到1億信眾，但此後遭受咗中共主導嘅殘酷迫害。自1999年起，無數法輪功修煉者遭受到任意拘留、強迫勞動、酷刑，甚至被強摘器官，因此失去生命。大紀元時報由逃離中共迫害嘅法輪功修煉者喺2000年喺亞特蘭大創辦，旨在將中共嚴格審查嘅資訊公諸於世，揭露中共對數千萬民眾犯下嘅暴行，以及共產主義嘅邪惡本質。中共政權逮捕咗數十名喺中國境內嘅創響初期嘅撰稿人，其中幾個人被判處長達10年監禁。據內幕人士透露，習近平對官員未能夠阻止大紀元時報及其姊妹媒體新唐人電視台發展成揭露中共罪行嘅主要平台感到額外怒火。喺2025年，美國司法部證實咗多宗由北京政權策動針對大紀元時報嘅網絡間諜行動。根據聯邦起訴書，喺2017年5月嘅某次行動之中，中共支持嘅黑客入侵咗該報總編輯及副總裁嘅電子郵件賬戶。該網絡攻擊組織仲宣稱對多宗行動負責，包括今年4月針對紐約多個圖書館嘅虛假炸彈威脅。呢啲威脅發生喺法輪功舉辦重要紀念日活動前夕，至少導致一次疏散行動。神韻藝術團則係中共打擊嘅另一個重要目標。呢支由紐約法輪功修煉者創立嘅藝術團體，每年喺全球巡演，展示共產主義之前嘅中國。部分節目揭露中共持續嘅迫害行為。全球知名劇場喺演出之前都曾經收到恐嚇威脅，威脅者通常要求劇場取消演出，並威脅可能採取暴力報復。外部分析師嘅初步調查顯示，部分威脅郵件之中可以追溯至中國西北部嘅陝西省。台灣政府喺調查針對神韻演出嘅威脅事件時，已將該省省會西安鎖定為郵件可能來源地。黃萬清指出，呢啲行動帶有協調行動嘅痕跡。佢喺聲明之中強調，呢啲係中共跨國打壓行動嘅一環，屬於系統性冒充操作，目的係製造恐懼同埋混亂。弗萊明表示，事實就係咁樣，呢啲根本就係恐怖主義。根據大紀元統計，自舊年以嚟已經收到上百封類似恐嚇郵件，部分內容提到炸彈、槍擊同埋綁架威脅。目前，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同台灣警方已經介入調查。資深媒體人唐浩則指出，呢一種假冒造謠手法，正係中共跨國鎮壓嘅典型策略。唐浩表示，中共呢一套反串造謠嘅做法，就係典型嘅跨國鎮壓手段之一。呢啲亦都印證中共目前正喺美國同埋台灣兩地，同時對大紀元、新唐人等媒體進行跨國鎮壓。但係呢啲亦都證明中共對呢啲媒體十分恐懼，因為佢哋唔受中共利誘威逼，仲不斷揭露中共滲透同埋內部嘅權鬥。呢啲正係中共嘅痛點同罩門。大紀元強調，呢啲恐嚇唔會動搖新聞專業同埋信仰原則，並呼籲國際社會警惕中共利用黑客同埋假信息進行跨國鎮壓。以上嘅節目內容取材自英文大紀元記者伊弗夫，新唐人電視台紐約記者站。本次嘅新視覺聽新聞就嚟到呢度，請記得訂閱點讚。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嘅 Patreon，亦都請大家多多支持。